Hello，大家好，我係紅啊。今期啦，同樣都係嚟到木雲左岸呢一邊嘅。因為前一段時間啦，都有粉絲入線問到紅，其實喺白石呢一邊咧，大畫悅庭同埋木雲左岸呢兩個樓盤嘅話咧，邊一個會好一啲？咁我個人建議啦，就木雲左岸呢一邊嘅。OK， 點解咧？首先我個人認為第一點，呢個樓盤咧就現樓，然之後嘅話咧，樓間距啊，成個樓盤嘅舒適度啊都還 OK 嘅。但係咧，大畫悅庭咧，首先講緊今年可能會交樓2棟嘅。但係後期咧，仲有好多工地喺度施緊工，都會有嘈雜啦，有污染啦。但係如果唔施工嘅話咧，又對住啲爛尾樓，所以咧就有風險。但係咧，木雲左岸咧就已經係全部起好咗㗎啦，已經係現樓，兼且周邊嘅環境嚟睇下，同樣屬於白石。但係咧，大畫悅庭咧就會更加集中於喺農民屋嘅中間，而呢一個木雲左岸咧，佢嘅景觀啊、視野都會靚好多。佢前面嘅話咧，可以睇到呢個社區嘅園林啦。往後面北面嗰邊望過去咧，就可以睇河景啦、望山景啦。所以整體嘅話咧，大畫悅庭嘅呢一個我個人認為嘅優勢啦，就冇呢個木雲左岸咁靚嘅。咁同樣咧，兩個樓盤嘅價格都差唔多，但係咧木雲左岸咧就可以揀無批即係無批咧可能會更平啲，9000零蚊啦就可以揀到唔錯嘅樓層。我同講嘅係均價嚇，唔係話最低嘅單價，9000幾蚊係均價。咁喺呢個樓盤就可以揀到唔錯嘅無批樓。但係如果要精裝嘅話咧，咁發展商幫大家裝修咧就每平方米加600蚊，就可以幫大家去裝修咁要睇翻個人嘅。兼且呢個樓盤咧都係有呢個低首期嘅政策嘅。OK， 就相對於如果需要話我要低銀碼上車嘅話咧，呢個樓盤都可以做到。咁然之後有個重點就係咧，呢個樓盤咧佢係冇任何嘅回遷樓㗎。據我所知嘅話咧，大畫悅庭嗰邊咧係有回遷樓㗎，2棟定係3棟回遷樓。但係咧，木雲左岸呢一邊嘅話咧係冇任何嘅回遷樓，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呢個社區後期住落去會更加舒服。OK， 即係等於佢本地村民係冇咩住呢度嘅。然之後講緊白石呢個位置咧，我一直都有同大家講到嘅。其實白石嘅話呢邊咧工廠比較多，農民屋比較多，所以咧整體嘅街道面貌咧就冇咁靚。但係呢個位置嘅優勢咧就係講緊佢近深圳，去呢個沙田地鐵站啦，去呢一個坑子地鐵站啦，就比較方便。即係我哋搭地鐵嘅話咧，其實白石咧就應該係最近深圳嘅呢一邊，除咗德州城啊、大中華幸福城啊，或者係錦繡1號嗰邊近我哋呢一個屏山嘅新生產物園嗰邊。咁同樣啦，新生產物園嘅發展肯定會比呢一邊嘅坑子嘅發展會靚好多。但係咧呢邊咧就近翻地鐵站，然之後就睇翻個人啦。OK， 咁同樣啦嚟到呢一邊，可能有啲部分嘅觀眾係對呢個白石唔了解嘅。咁呢一個位置咧就有個區位頭。就比較清晰咁樣顯示到白石周邊嘅一個產業園係點樣嘅。咁同樣啦，成個白石咧，因為係屬於惠陽最舊嘅一個區域，所以咧佢發展得好早之前咧，係好多本地人咧比較向往嘅一個地方。因為佢近深圳，所以咧就有好多工廠啦，就喺呢邊，包括到加工廠。所以咧當時嘅本地人如果係喺呢邊有棟農民屋嘅話咧，你租俾人哋做呢一個家庭嘅呢個廠房嘅話咧，係有啲房租可以收到㗎。即係等於之前嘅話咧，如果係呢一邊嘅本地人咧，係稍為對於其他片區惠州嘅本地人嚟講係比較有錢嘅。但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反而呢邊咧就落後好多啦。成個城市嘅面貌咧就冇咩變化，整體咧都係以呢個農民屋為主。但係咧佢就挨住深圳近，所以講嘅最起碼佢係有呢個優勢喺度。但係你話住起落嚟嘅話咧，環境方面周邊嘅配套方面就真係冇咁靚仔嘅。OK， 所以點解會咁多深圳人唔會揀呢一邊？但係對於我哋而家香港人過嚟呢邊嘅話咧，你話如果係話考慮方便交通地鐵嘅話咧，咁呢個位置其實都係 OK 嘅。但係要講翻你參照於周邊嘅環境咧，就真係冇咁靚嘅。呢個就有嗰句講嗰句，特別係呢一個大畫悅庭，佢前面左右後面全部都係農民屋，你話要有稍微靚啲嘅景觀都冇。然之後嘅話咧，呢一個木雲左岸稍微仲會好翻少少。最起碼咧，佢係可以睇到河景啦，可以睇到山景啦。然之後戶型方面咧，南北通透嘅嗰個戶型咧都會靚好多。雖然講緊大畫悅庭咧有一個101平方米嘅橫廳細房，但係呢一邊嘅呢一個116嘅南北通細房咧會更加靚，會更加嘅舒服。OK， 咁對於白石呢個位置咧，大家從鏡圖會見到啦，去沙田地鐵站或者去下面嘅呢個坑子地鐵站咧，講緊都係10幾分鐘嘅車程就比較快嘅。然之後有個點啦，大家鏡頭見到嘅呢一個位置。可能呢條路咧冇咁清晰，就係呢條金湖路金湖路呢條嘅話喺呢個去地鐵站嘅過程中嗰個位置咧係有一個隧道從嗰度穿過嘅，就經過嗰個沈海高速嗰個位置。然之後前一段時間咧嗰度喺度整改緊，
因為嗰度咧一直都係浸水嘅。同樣啦，紅家今日嚟到現場咧都係有落雨嘅，所以咧等陣阿紅咧都會去翻嗰個位置俾大家睇下整改完之後仲會唔會浸水。因為據阿紅所知，以往只要係落大雨或者係刮颱風，呢個位置100%係會浸水嘅。OK， 所以點解咁多人唔買呢度嘅原因？因為從沙田地鐵站嚟呢一邊白石呢一邊嘅話咧，一定要穿過嗰個隧道。然之後除咗浸水之餘，嗰個隧道嘅話，因為嗰條路好窄，所以經常喺上班時間同埋下晝嘅落班時間就會好塞車。咁就睇翻個人嘅選擇啦。然之後嘅話咧，整體白石就係農民屋比較多。呢個衛星圖大家都鏡頭見到啦，全部都係以呢個農民屋為主。所以點解阿紅就比較少帶客戶過嚟呢邊睇樓？因為我個人認為咧，大家係翻到嚟大陸，特別係嚟惠州呢邊退休養老，不如揀一個環境靚啲、住得嚟舒服啲嘅一個社區。但係咧都有啲後生嘅客戶或者有個別嘅客戶咧，就想要交通方便嘅。咁嗱，沐雲左岸啦都唔錯，就係對於交通嚟講 ，OK。咁同樣啦，目前成個樓盤賣緊嘅話咧，係呢個3號樓、4號樓同埋7號樓、8號樓呢4棟嘅。然之後7號樓同埋8號樓嘅話咧，可能咧景觀咧就稍微會差啲啦。前面呢一棟咧就係7號樓，然之後佢前面嘅01、02呢兩戶咧就係89平方米嘅，而家目前都有比較多貨量嘅。而8號樓嘅話咧，主要賣緊嘅就係138嗰個戶型，02同埋03。OK， 兼且8號樓啦，可以講係樓王，係2梯3伙嘅咁樣版式嘅設計。咁睇翻各人，然之後後面嘅擺鏡頭轉過呢一邊見到嘅就係3號樓同埋4號樓呢兩棟啦。咁鏡頭前睇到嘅呢兩棟咧就係3號樓同埋4號樓，佢往後靠嘅呢一個03、04呢兩戶同埋3號樓嗰邊03、04呢兩戶咧就係116嘅南北通嘅細房。咁呢個戶型咧採光通風視野都非常之靚嘅。佢往後睇嘅話咧就可以望到成條呢一個淡水河，個景觀視野非常之靚嘅。然之後嘅話咧，往遠處望過去咧，就可以睇到山景，冇任何嘅遮擋㗎啦。兼且佢前面都係冇任何嘅呢一個建築物係擋緊嘅，所以咧，稍為10樓以上嘅話咧，個景觀視野都非常之靚。然之後嘅目前嘅話咧，呢個116嘅話咧，貨量都還 OK 嘅，高樓層、中樓層、矮樓層都係有得揀。然之後講緊佢前面咧就係睇翻個園林啦。成個社區嘅話咧，都係比較低密度咁樣嘅個社區啦。然之後整體咧就8座樓，但係呢塊地塊咧唔會好窄㗎，好大塊。你參照於呢個咩星河單體嘅話咧，好窄嘅一塊地，起咗7棟樓。然之後，如果按照目前嘅呢一塊沐雲左岸嘅呢一塊地嘅話咧，如果係俾星河單體嚟設計，可能要起到15座樓都有可能。但係咧，佢只係起咗8座樓喺呢一邊，所以嘅話，整體咧呢個社區住落嚟都係非常之舒適嘅。兼且啦，呢個樓盤嘅話咧，都係一個圍合式嘅社區啦，住喺度都係比較安靜嘅裏面。然之後講緊呢個社區目前嘅話，入住率大概去到3到4成左右，唔算好高。因為佢以前賣嘅咧就係毛坯樓，就冇精裝修嘅。但係咧，從舊年開始咧，為咗迎合呢個市場咧，就推出咗呢個幫大家裝修咁樣嘅一個政策。所以咧，就目前嚟講咧，買嘅話咧就可以揀到毛坯或者係有精裝修啦。咁睇翻各人。咁同樣啦，紅今日嚟到現場啦，都會幫大家去睇一睇嗰套116平方米嘅嗰個戶型。89同埋呢個138嘅話咧，呢兩套阿紅就唔上去啦，因為呢一個社區同樣都有好多呢一個中介同行啦，係同大家拍攝嘅。咁阿紅主要同大家講到嘅就係呢個樓盤位於白石嘅呢一邊嚟講咧，同大華悅庭對比，我個人認為嘅話咧，呢個樓盤會更加嘅有優勢。OK， 咁同樣啦，蘿蔔青菜就各人所愛，兼且嘅話咧，大華悅庭阿紅據阿紅所了解呢段時間都有好多啲所謂嘅香港嘅大嘅中介公司去推廣，所以佢咧係講究就係得比較多。但係咧，可能有部分嘅街坊咧就唔會了解到喺大華悅庭隔離都仲有一個沐雲左岸咁樣嘅社區嘅。OK， 咁阿紅咧都係嚟呢邊同大家記錄翻啦。然之後，大家如果真係有嚟大華悅庭睇樓嘅咧，不妨都可以過嚟沐雲左岸呢邊對比翻咯。因為講緊啦，不論從呢一個樓盤嘅品質又好，樓盤嘅保障都好，樓盤嘅密度都好，呢個社區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喺白石嚟講。但係咧，白石呢個位置嘅話咧，再三講緊嘅，大家一定要接受到佢呢個位置嘅農民屋啦，比較邋遢啦，城市街道方面嚟講就冇咁乾淨企理啦。然之後嘅話，整體嘅發展可能比較落後啦，唔似一中心啦，或者係呢一個大亞灣嗰邊啦，有寫字樓啦，有大型嘅超市。呢一邊咧，可能咧街道咧會比較多，街市會比較多，同樣可能夜市都比較多。即係大家如果係晚時刻去食嘢啊，去食飯啊，可能會更加多嘅嘢喺呢邊，即係更加會有接地氣咁樣嘅感覺啦。咁睇翻個人嘅中意。我個人建議嘅話咧，大家嚟到呢一邊都可以不妨睇翻呢個白石林森同埋大亞灣林森兩個片區對比嘅。
OK， 咁啊同樣啦，廢話就唔講咁多啦。阿紅咧就準備帶大家上到去呢一個3號樓嘅實體樓，睇翻116嘅呢一個戶型，俾大家望一望。一個南北通透，可以望河景、望湖景咁樣嘅一個情況係點樣嘅，俾大家更加真實咁感受翻啦。OK， 係咁，紅咧就啱啱從售樓部啦就行咗出嚟，咁啊睇翻俾大家睇翻成個沐雲左岸呢一邊嘅一個園林綠化嘅情況啦。咁同樣嘅講緊嚇，成個沐雲左岸咧交樓到而家咧就差唔多2年幾啦。泳池呢方面咧就已經開始喺度營業中噶啦，所以咧大家如果係住呢個社區嘅，都不妨喺嚟呢邊下面玩一下嘅，游下水啦。咁同樣嘅上到嚟裏面嘅話咧，就會感受到其實沐雲左岸嘅物業本嚟都非常之舒服啦。成個樓盤嘅話咧係有一個好低密度咁樣嘅感覺咯。兼且嘅話咧，呢個園林阿紅覺得係有用呢個心機去設計嘅。作為沐雲嘅呢個品牌嚇，喺惠州就有2個樓盤嘅，一個咧就係呢個沐雲左岸，仲有一個咧就喺平地嗰邊嘅，叫做呢一個沐雲溪谷嘅。咁嗰個社區咧應該都係成個惠陽都係數一數二嘅品質㗎啦。但係咧沐雲左岸咧呢個樓盤咧佢唔係話好大規模，所以咧就冇咁出名。但係嘅話同樣佢嘅設計啊同埋成個樓盤嘅一個舒適度啊都唔會話好差嘅。嗱，入到嚟裏面都會感受到啦，非常之乾淨有企理啦。然之後兼且咧啲樹木啊啲綠化都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嘅。咁啊住喺呢咁樣嘅社區嘅，其實咧成個人嘅一個心態都會舒服好多啦。你話住喺大話嘢對住啲工地同埋對住啲農民屋嘅話咧，我更加建議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後期大家住喺呢邊嘅個感受係點樣嘅？唔係話冇一個中介去吹嗰個樓盤有幾靚幾實用幾高嘅使用率幾高嘅裝修標準，而係我真真正正住咗裏面，我可以享受到感受到，同埋會唔會俾人哋嘈，會唔會俾人哋污染？呢啲先係更加重要嘅。OK， 因為你裝修好定係壞咧，好似咁樣沐雲左岸咧，你可以自己揀。我有錢，我想住得舒服啲嘅，我就裝修靚啲。咁我可能錢少啲嘅，咁我就正常標準咁樣做翻裝修。OK， 但係嘅話咧，最起碼我呢度咧唔會俾人哋嘈，個景觀視野會靚好多。咁同樣啦，嚟到呢邊都會感受到啦，佢周邊咧係比較少農民屋㗎。整體嚟講嘅話咧，個環境方面咧都舒服好多啦，就加上咧啱啱落咗雨啦，大家鏡頭見到嘅，可能有啲積水，但係落雨之後嘅話咧，呢個綠化更加靚，我覺得啲樹咧會更加嘅翠綠一啲。OK， 咁啊同樣咧隔離嗰邊咧就係嗰個萬科萬悅嗰個社區啦。嗰個社區目前咧都係有差唔多去到70%左右嘅入住率嘅。咁目前嘅話咧，因為嗰個萬科嘅樓盤咧，佢係有精裝修出售嘅，所以當時嘅話咧，好多客戶業主買咗之後，所以唔住都好，可以出租俾人哋。但係沐雲左岸呢一邊咧，因為之前賣嘅係毛坯，所以有部分嘅業主咧冇錢裝修嘅情況下咧，只可以擺喺度，所以咧就導致呢個社區嘅入住率就會低好多啦。OK， 咁啊同樣啦，紅啦就準備上到我哋3號樓，俾大家去睇翻嗰個116平方米嘅嗰個戶型，因為嗰個戶型咧，我真係覺得係可以推介俾到大家去思考翻或者係參考翻嘅。呢個戶型咧南北通透，可以睇河景，可以睇山景，可以睇園林，包括紅啦都有幾個業主係比較青睞呢個戶型嘅。雖然講緊呢一個白石嘅位置冇咁靚，但係呢個戶型都係真係唔錯嘅。OK， 咁嗱，事不宜遲，紅啦就帶大家上到去望一望，睇睇呢個116嘅戶型。係咁，紅咧就已經上到嚟3號樓嘅呢一個16樓啦。咁啊轉個鏡俾大家睇下，整體呢邊咧都係2梯4伙嘅嚇。前面咧有2伙咧就突出去嘅89平方米嘅。然之後咧，靠後嘅呢兩邊咧就係116噶啦。喺16樓嘅呢一套咧就係交樓標準。然之後對面嘅對稱嘅呢一戶咧都係116嘅。OK， 咁嗱，帶大家睇翻啦，116平方米就到南北通嘅細房，兼且鏡頭大家見到嘅呢一個就係交樓標準。入戶嘅地方咧，佢係一個落地窗咁樣嘅設計嘅。其實咧呢個都係作為一個鞋櫃位啦，但係咧佢係做到一個窗咁樣嘅一個設計。兼且咧嗱，呢邊俾大家睇下。佢咧都係用啲雙層嘅隔音玻璃嘅。以往咧好多社區咧係單層嘅，但係呢啲都係啲細節可以展現到呢個樓盤嘅品質唔會好差，因為本身呢個樓盤就唔靠路邊佢係唔需要用到雙層隔音嘅玻璃嘅，但係為咗俾大家嘅一個質量，佢係真係捨得用呢個成本嘅。OK， 咁啊同樣咧，再入到去內籠睇翻嘅，佢呢個瓷磚白色80平方米80乘80咁樣嘅一個瓷磚隔尺寸嘅。整體成個呢一個廳嘅都唔會話好窄，非常之舒服嘅一個大廳。對於116嚟講，呢個都係一個標準嘅大廳啦。OK， 然之後同樣嘅喺呢一個門嘅後面咧，都有一個鞋櫃位，咁啊就要睇翻各人啦。然之後嘅話咧，
喺呢一個位置，如果大家覺得窄嘅話咧，幅牆可以拆嘅，拆完之後咧再移出嚟少少，移到個門口呢個位置。咁呢一個房間咧就特別大，但係如果按照發展商嘅呢一個交標咧都唔錯嘅。咁同樣啦，佢呢個咧都係有幫大家封窗嘅，整體嘅個窗都封得還 OK 嘅。然之後同樣啦，都係用啲雙層嘅玻璃全部嘅佢嘅玻璃都係雙層嘅。然之後從呢一個陽台房，大家可能從鏡頭都見到啦，門口仲有一條淡水河，咁遠處咧就係睇山景，所以咧整體咧呢一個戶型就真係唔錯嘅，特別係對比於大華悅庭根本係冇咁樣嘅條件可以做到咁樣嘅景觀同埋採光。嗱，呢邊咧就係餐廳，都係有露台嘅雙露台，餐廳都唔會窄㗎。大家鏡頭見到呢啲家私咧，都係呢一個樓盤而家目前嘅一個活動，送全屋嘅家私嘅一部分。OK， 咁整體啦，呢一邊主露台咧就向南嘅，南嘅話咧，因為而家紅旗嘅呢一個樓層咧就16樓，望出去嘅話咧景觀咧就望翻呢個樓盤嘅呢個園林啦。如果往遠少少睇嘅話咧，都係一樣冇咩農民屋，基本上係冇農民屋。前面嗰邊咧就係新起嘅一條路，呢條路咧政府俾到嘅答案咧就講緊今年年底就會開通，咁到時咧行呢條路去沙田地鐵站咧會更加近啦。然之後隔離嘅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地鐵嘅呢一個維修終點站。OK， 咁相傳嘅話咧都有政策出嚟話後期咧會做一啲商業嘢方面嘅，咁睇翻政府嘅一個施工嘅速度啦。OK， 咁再講翻啦116嘅呢個3號樓，佢係前面咧就係望翻呢個園林嘅，然之後成個主露台咧都 OK， 唔會話好窄啦，都係夠用咯。然之後佢兩邊咧都基本上係冇柱位嘅，即係露台呢兩邊，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成個露台都係非常之實用嘅。OK， 咁我哋再睇翻呢一個新戶露台嗰邊啦。咁講緊發展商嘅裝修咧，佢係冇幫大家去封窗嘅。OK， 咁新戶露台咧就非常之靚嘅一個景觀啦。雖然話向北，但係嘅話咧呢個新戶露台都算話 OK， 唔算話好大，但係都夠用。呢邊望出嚟，大家鏡頭見到啦，成片咁樣嘅一個視野景觀，冇任何嘅遮擋。如果係話真係要考慮白石嘅話，點解話阿雄建議大家買呢個位置？木雲左岸冇其他樓盤可以揀㗎啦，呢個位置真係非常之靚嘅。除咗白石嘅周邊嘅農民屋嘅影響，佢本身嘅呢個樓盤嘅品質真係唔錯嘅，包括呢個視野望出嚟嘅景都會非常之靚啦。OK， 咁同樣嘅廚房所有嘅呢啲膠樓都係佢嘅配件，都係標準嘅啦。預留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雪櫃位，然之後呢一邊嘅話咧，所有嘅呢啲櫃面啦、抽油煙機啦，包括下面嘅呢個灶台啦、洗手盤啦，全部都係佢嘅膠標。成個116嘅呢個 U 字型廚房都係非常之大唔會話好窄，都係夠用嘅。咁佢上面咧都係啲鋁合金嘅吊頂嚇。咁而家呢段時間咧都有部分嘅業主阿雄咧就建議大家做嗰個水泥板吊頂嘅，會襟用同埋靚一啲啦。咁睇翻各人。然之後有個點啦，佢係冇幫大家去做吊頂嘅，就係做咗一條踢腳呢個石膏線咁樣嘅雙眼皮嘅頂。咁其實呢個比較簡約式咁樣嘅一個裝修啦，因為佢本身齋係收大家600蚊嘅一個裝修成品所以咧你話要好靚咧就冇嘅。但係咧整體俾阿雄覺得咧，佢都係簡約之中咧就比較清新嘅感覺咯。然之後佢同樣嘅啲細節方面俾大家睇睇下，佢呢邊所有嘅踢腳線都係嵌入式㗎嗱。所有嘅踢腳線都係嵌入嘅牆壁裡面嘅，就證明咧佢當時同呢間裝修公司簽嘅合意嗰陣時咧，幫大家裝修咧係有啲細節方面係考慮到嘅。OK， 咁同樣啦，踢腳線係黑色嘅，瓷磚係白色嘅，咁樣嘅搭配咧，整體嚟講都係比較舒服，我個人認為。OK， 咁同樣嘅呢一個背景牆係冇㗎嚇。如果大家需要加呢個背景牆咧，可以到時候咧揾到呢個裝修公司去傾翻，幫大家去加裝。加呢個背景牆嘅話咧，如果係岩板嘅，大概就去到5-6千蚊左右。如果係岩板嚇，如果係話嗰啲護牆板嘅話，可能2000幾蚊都可以做到嘅，就睇翻各人。OK， 然之後再睇翻裡面嘅3個房間休息空間啦。鏡頭見到嘅呢啲全部都係佢嘅一個家私送嘅呢套餐裡面嘅。OK， 同樣啦，都係落地咁樣嘅設計，冇飄窗嘅，全部飄窗都已經拆好，幫大家整改好嘅。同樣佢度咪通鋪下，裏面咧就係呢種仿木嘅呢一個地板磚，佢唔係瓷磚嚟㗎，係仿木磚嚟㗎，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塑膠板咁啦。OK， 整體嘅顏色搭配都還 OK 嘅。然之後再嚟到裏面咧就係另外嘅客廳洗手間啦。客廳洗手間呢邊嘅話咧，所有嘅呢啲配件都係有嘅。然之後嘅話咧，乾濕分界啦，外面洗手盤，裏面淋浴區同埋馬桶位。只不過有嗰句講嗰句，佢呢個淋浴區咧稍微會窄一啲，
可能後期大家要揀一個玻璃咧就唔夠位置嘅，咁啊睇翻個人嘅需求啦。但係咧企喺度沖涼咧都可以望到外面嘅景觀都唔錯，都可以望到山景啦，同埋河景啦。OK， 咁啊再睇翻啦，對面嘅呢一個咧就係另外嘅一個客房，佢每個房間嘅尺寸都唔會話好細咯，116做到大細房南北通嘅效果。然之後最後面嘅呢一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咧就係望翻園林嗰一邊嘅，成個主人房咧都係非常之大嘅一個休息空間啦。擺個2米嘅床之餘，兩邊擺床度，佢再做一個衣帽間都 OK 嘅。咁同樣啦，呢個洗手間啦唔算話好大，但係嘅話咧佢係做到乾濕分界咁樣俾咗大家嘅。裡面就係淋浴區，外面就係馬桶同埋洗手盆呢一個。整體嚟講，成個洗手間都夠用嘅，兼且如果大家裡面呢個位置擺浴缸係夠嘅。嗱，俾大家數下個瓷磚啦，呢個應該係30嘅細塊瓷磚，1.2米左右。OK， 就大概擺個1.2米左右嘅浴缸咯。咁啊，整體嘅話咧，成個主人房嘅呢個休息空間咧就非常之闊落啦。兼且呢一個講緊嘅，佢就係望翻下面嘅園林咯。個視野景觀都還 OK 嘅，冇任何嘅遮擋。3號樓咧就同4號樓挨埋一齊嘅。咁啊，鏡頭見到嘅呢一邊咧就全部就係交標啦。就係講緊而家賣緊10000幾百蚊嘅一個標準，然之後樓層可能高啲或者係話矮啲嘅話咧，個價格咧會有少少變化。普遍嘅均價咧就10600蚊左右，就帶埋裝修就俾咗大家。OK， 咁啊整體嚟講咧，目前成個白石嘅片區可以達到咁樣嘅景觀咧係比較難得㗎，因為大家都知啦，白石就比較多農民屋，後期嘅話咧發展商要徵收嘅咧就比較困難嘅。包括啦，大華呢塊地徵收翻嚟都要賠咗好多呢啲回遷樓俾到本地嘅村民，所以咧呢一邊嘅話咧，反而係比較少發展商係中意攞地。佢有優處嘅就係佢嘅優點就係離深圳近，但係佢嘅缺點，發展商要攞呢邊嘅地都係比較困難啊，因為比較多農民屋，你要徵收要賠錢，就要抬高嗰個攞地價。咁攞地價抬高咗嘅話咧，你樓價又一定要賣貴嘅。但係而家嘅呢個市場，你樓價賣得貴係冇人會去買㗎，所以咧目前成個白石片區，你話要冇其他發展商再去徵收，再去買呢邊嘅地起樓咧，就比較困難嘅。所以咧，阿雄同大家講嘅，成個白石嘅一個變化咧唔會好大，甚至未來嘅5年到10年個變化都唔會好大，都會按照目前嘅呢一個原樣冇咁大嘅變化。可能啦，政府啦會稍微會修改一下啲街道，即係話咧，可能咧。呢啲街嘅兩邊啲農民屋咧就比較亂嘅話咧，佢就會幫你噴啲油漆啦，成個街道咧翻新一下。但係咧，你話擴大條路咧，或者係整改嘅咧，就比較困難㗎啦。OK， 咁啊同樣啦，可能嘅話咧，有部分嘅觀眾啦就對白石呢個位置係比較了解嘅，但係可能有部分嘅觀眾咧就唔太清晰嘅。阿雄啦就作為本地嘅中介啦，就經常同大家講到買樓就一定要考慮多一啲嘅。白石咧有白石嘅好處，但係白石咧都有白石嘅壞處，所以咧雄咧基本上都會將啲優點同埋缺點一一分享翻嘅。總之啦，我個人認為，如果大家真係要揀白石呢邊嘅樓盤，大華悅庭同埋呢個木雲左岸呢兩個樓盤去對比，我更加建議大家對比翻。然之後嘅話咧，我個人建議係買呢個木雲左岸呢一邊嘅，咁唔係話大華悅庭嗰個樓盤唔得，只不過嗰個地理位置咧就真係未呢個靚。因為講緊啦，周邊嘅景觀又好啦，視野都好啦，樓盤嘅品質保障都好啦，木雲左岸係會比大華會好啲嘅。咁大華咧，佢有一個點就係，大家都會講佢係上海嘅上市公司嘅呢個產品啦。但係咧，據阿雄所知，包括阿雄身邊嘅所有做房地產嘅朋友都知，喺舊年之前，成個惠州都冇人聽過大華呢個品牌嘅。你話保利啦、富力啦，甚至係恒大啦、碧桂園啦、萬科啦。等等之類嘅大品牌，我哋都識得，但係咧大華突然間嚟到惠州做宣傳話喺上海嘅大公司，但係真係咪有咁大咧？我就真係唔知啊！但係咧人哋都唔知，即係好多做中介嘅都唔知。OK， 所以咧呢個就有待參考下。同樣啦，之前咧都有客戶留言俾阿雄，大華悅庭呢個樓盤會唔會停工，會唔會爛尾？咁其實如果係按照佢目前嘅話咧，俾到嘅數據啦，大華講緊喺北方啊或者係其他城市上海啊。就做得好好嘅，咁如果係佢做得好嘅話咧，呢個樓盤咧就唔會停工嘅，一般嚟講都唔會爛尾。只要呢個集團係良性咁樣經營，然之後第二點咧，大華悅庭呢個樓盤只要話賣得喐嘅情況下咧，都唔會話咁容易爛尾停工。OK，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放心嘅。只不過買喺呢個樓盤大華悅庭嘅話咧，我個人覺得你後期咧
望住啲工地咧，或者係望住啲農民屋咧，景觀咧肯定冇呢個木雲左岸咁靚㗎啦。呢個就有嗰句講嗰句，因為兩個樓盤嘅價格幾乎差唔多，但係點解有個更加好嘅我唔揀呢？雖然講可能真係大華悅庭嘅實用率會比呢個木雲左岸會高少少，但係你高少少嘅實用率唔代表你真係會住得舒服好多。但係咧，你嚟到木雲左岸咧，我犧牲少少嘅實用率，但係我嚟到呢裏面特別係我而家企嘅呢個位置，第一鏡頭見到嗎？青山綠水咁樣嘅感覺，喺呢個農民屋之中，你可以揀到一個咁樣青山綠水嘅景觀嘅呢個樓，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啊！兼且嘅話咧，呢度可以跳出去農民屋嘅呢個圈子，直接望山望河望外面嘅景觀，非常之靚。咁何樂而不為咧？大家嘅價格都差唔多，兼且我呢度係現樓，又唔使擔心後期嘅工地嘅影響。OK， 所以咧呢個咧我個人更加建議嘅。咁當然啦，呢啲係企阿雄嘅個人角度嘅一個睇法。每個人咧思維唔一樣，所謂每個人嘅要求都唔一樣。咁睇翻各人，當然啦，又講翻嘅大話，可能個部分嘅中介或者部分嘅業主會覺得佢嘅裝修要比木雲要靚，但係講翻下，木雲左岸本身就係賣毛坯嘅，佢只不過為咗迎合個市場，係有幫大家去裝修咁樣嘅一個條件啫。所以佢咧唔係專門做裝修出嚟賣嘅。OK， 咁同樣嘅，如果係覺得木雲左岸呢邊裝修唔靚嘅情況下咧，大家不妨買翻毛坯，然之後自己花啲心思，或者揾到我哋裝修公司幫大家去設計翻，我可以保證到裝修出嚟嘅效果會比大華悅庭會靚好多。OK， 真係講緊嘅。然之後同樣啦，今期嘅話咧，我咧等陣都會去到呢個街道嗰邊隧道嗰度啦，幫大家睇一睇目前落完大雨之後嗰個位置整改完之後，仲會唔會浸水？OK， 咁同樣啦，事不宜遲，個鏡頭咧就去翻我哋頭先講緊嘅呢一個隧道嗰個位置嗰度去望一望，幫大家去實測檢查一下目前政府整改完之後嘅效果係點樣嘅。係咁，我咧就啱啱從呢一個木雲左岸啦，就從停車場出咗嚟啦。咁嗱，因為呢條路咧就比較多電單車行嚟行去嘅，所以阿雄咧又一邊揸車啦，一邊攞住個攝像機啦，就會比較小心嘅。咁同樣嘅轉個鏡俾大家睇下啦嚇。OK。咁喺阿雄嘅呢個右手邊啦，呢個咧就係木雲左岸嘅營銷中心啦。阿雄咧就啱啱從呢個地下停車場揸車出嚟嘅。咁帶大家去睇翻呢一個頭先講緊嘅呢一個隧道嗰個位置啦，即係沈海高速下面嘅嗰個路口，睇下佢整改完之後仲會唔會浸水啊？因為講緊啦，今日咧其實都有落少少雨嘅。咁雖然話未好大，但係都要睇翻檢查一下啦，等於話幫大家去 check 一 check。OK。咁大家鏡頭見到啦，成個呢一個白石嘅街道啊，即係會比較亂咯，啲車又亂咁停，然之後咧啲路啦本身就唔係好闊，所以咧呢個都係我個人嘅一啲對呢一個地方嘅一啲意見嚇。咁同樣咧政府都其實又想整改嘅，但係奈何呢兩邊咧太多啲農民屋啊，要整改咧要拆呢啲農民屋咧就要比較多錢去花使嚇。咁而家惠州政府咧就真係冇咁多錢嘅，所以咧都可以睇到咁同樣啦，兩邊啦都有畫咗啲格仔俾人哋停車。OK， 咁整體嚟講咧，呢邊嘅面貌阿雄再三同大家講到嘅，唔算話好靚嘅一啲城市嘅感覺，就有啲城鎮城鎮同埋城市真係兩個嘢嚟嘅咁睇翻個人，因為城鎮咧就比較鄉下嘅感覺啦，但係城市咧就比較現代化嘅感覺咯。然之後呢一個位置咧就俾阿雄覺得就係以城鎮呢個詞語嚟形容佢係最啱噶啦。OK， 咁嚟到呢一度大家鏡頭見到啦，我嘅車一直咁往前開嘅話，大家鏡頭都見到係有好多啲電單車噶，特別呢種有棚嘅呢種咧，佢呢種咧都係喺地鐵站嗰度拉客噶。如果平時如果大家坐地鐵趕時間出嚟，趕唔上個巴士，又打唔到滴滴嘅情況下咧，都可以坐呢個嘅。但係坐呢個電單車嘅話咧，就大家要注意下安全咯，就叫個司機咧就揸慢啲啦。OK， 因為可能有啲司機為咗賺錢咧，雷雷淋淋咁樣揸過去咧，就會比較危險啲。咁同樣啦，嚟到呢一邊啦，就阿雄所講嘅，目前咧政府咧都有想翻新呢一條街兩邊嘅呢啲農民屋嘅，所以咧鏡頭見到好多啲搭咗綠色網嘅呢種咧，就係要重新噴漆，就要將成條街道所有嘅農民屋嘅呢一邊，就向路邊嘅呢一邊嘅做到整體嘅顏色，咁俾人感受到咧個街道咧就會乾淨企理一啲啦。咁呢個咧都係政府係想花少啲錢去整改啦，咁證明佢都係有呢個心去做嘅，只不過咧政府係冇咁多錢啦。OK， 咁沿住呢條路咧一直往前開，就要去到我哋頭先講到嘅嗰個隧道口嗰度啦。咁前面咧都有架巴士喺度行緊啦。咁其實咧從沙田地鐵站咧係有巴士嚟呢一邊嘅，但係咧個
巴士嘅線路咧就唔多，咁啊要睇翻各人啦。咁嗱，如果真真正正要從呢個樓盤行路去地鐵站嘅話咧，可能大家要行到去到半個鐘到25分鐘左右啦，即係齋行路嚇。咁你睇翻各人嘅呢個步伐啦，有啲行得快啲，有啲行得慢啲，咁啊唔一定嘅。咁同樣啦，呢條街兩邊嘅話就真係好多食肆啊、大排檔啊、奶茶店啊、便利店等等之類嘅。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發到家嘅超市，都係翻新咗嘅，唔係話重新起嘅嚇。裏面咧唔需要好大。但係咧，平時嘅生物所需嘅購物都 OK 嘅。然之後同樣啦，呢條路咧，因為真係比較窄啊，所以阿紅咧揸車嗰陣時咧都係分外嘅小心喺呢個位置。咁啊，嚟到呢一度嘅話咧，就係呢個伯恩光學廠嘅呢個廠門口啦。每日嘅上落班高峰期嗰陣時咧，呢個位置咧就會特別塞車㗎。啲人啦，落班呢啲員工啦，全部從喺度湧出嚟。然之後呢啲車咧，因為呢度啦本身就係4車道。所以咧就會逼好多 ，OK， 咁啊同樣啦，去到前面咧嗰個位置咧就係嗰個隧道口嗰度位置啦。咁嗱，大家鏡頭見到啦，目前嚟講咧都唔會話有好大嘅浸水跡象啦，啲車都經過得到。咁啊，紅啦，等陣靠邊俾大家睇一睇望一望，因為大家鏡頭見到呢邊已經係鋪咗瀝青路，係整改過嘅。然之後整改過之後嘅話咧，都仲有積水嘅話咧，就證明政府呢啲工程咧做得好差。咁佢有積水嘅原因都係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呢邊係比較矮嘅。大家見到前面咧係一個斜坡咁樣上去嘅 ，OK， 所以咧佢呢個有積水係正常，但係咧如果落大雨嘅話咧，積水好嚴重嘅咁就真係唔得啦。咁啊，大家鏡頭見到啦，呢個位置其實仲係有積水嘅現象喺度咯，唔會話好嚴重，但係都係有嘅。啊，因為我而家喺現場咧感受到啦，啊，不妨咧用探目鏡出去俾大家睇一睇。嗱，呢個位置啦，仲係有好多嘅積水喺度嘅。嗱，大家鏡頭見啲車行緊過嗰陣時咧，都係有嘅，啊。都係有好多嘅積水啦，從呢度過，啊，好大灘嘅積水喺呢度咯。咁呢個隧道因為佢上面咧就係呢一個沿海高速啊，大家鏡頭見到啦，都仲係有積水喺度嘅。所以講緊嚇，政府雖然話有去呢一個檢測同埋呢一個維修啦，同埋呢一個重新嘅呢一個去設計翻，但係因為呢一個位置咧，佢本身就係比較窄同埋比較矮嘅一個地段。所以講你要做得好靚咧，就比較困難嘅。係 OK。咁啊，同樣啦，紅啦就落個車本大家睇下先啊。咁啊，轉個鏡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咧，紅咧嗱呢一邊咧上去咧，就係去呢個沙田地鐵站嘅，往呢邊上去。咁咧佢係一個斜坡嚟嘅，然之後咧一直往呢條斜坡落嚟咧，就係去翻呢一個白石啦呢個位置。個隧道一顧咧就係白石。咁啊，同樣啦，呢個隧道咧，因為咧政府係整改過，但係咧因為佢係一個斜坡咁樣斜住落去嘅，所以咧嗰個位置特別矮，個排水咧就比較差，一落大雨咧就會浸水嘅。咁啊，頭先咧大家鏡頭都見到啦，係有少少積水啦，但係唔算話好多。但係咧同樣呢個位置上落班時間咧就會比較塞車噶啦。OK， 咁都係對比之前嚟講咧，都係靚咗好多噶啦。之前咧就好爛嘅，但係咧而家最起碼係新咗好多啦。OK。咁啊要睇翻各人，然之後呢度上去咧轉彎咧就係呢個沙田地鐵站啦。咁同樣咧，今期嘅話咧主要係同大家測試咗呢一個木雲左岸呢個樓盤嘅一個情況嘅，同埋咧同大家講咗一下關於呢一個白石呢個區域嘅一個情況。咁同樣啦，大華悅庭同埋木雲左岸兩個樓盤對比嘅話咧，我同再三講嘅，我更加建議大家去買呢一個木雲左岸或者考慮呢個樓盤。咁白石呢個位置咧，講真嚇，你話環境啊，周邊嘅配套方面咧就真係冇咁靚嘅，但係咧話交通方面咧就還 OK 嘅。OK， 咁啊同樣啦，今期阿紅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大家如果有任何嘅唔清晰或者唔明白嘅話咧，都可以右上方入線諮詢翻噶啦。咁阿紅就分享到呢度為止，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